近年喺一啲流行樂曲嘅裏面都見到編曲同埋現場表演裏面都加入咗唔少嘅中樂元素。原來中樂同西樂係可以咁夾咁冇違和感，所以都撩起咗我對中樂嘅興趣，好似係嗩吶、二胡等等。如果之後有機會睇一場中樂嘅表演咁就好啦。而嚟緊有機會啦。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呈獻，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策劃嘅中華文化節2026喺今年嚟到第3屆，連串精彩節目將會喺6月至到9月期間舉行。今屆主題係傳奇，精選咗同中國傳說或者故事相關嘅節目，合共280場演出。康文署特別喺4月9號舉行節目簡介會，由多位藝術家親自介紹佢哋將會喺文化節上演嘅節目。現場更加有多個示範表演，可以話係精彩絕倫。Cindy 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今年中華文化節2026有啲乜嘢特別嘅節目呢？有啊，我哋開幕節目咧舞劇白蛇咧就係我哋今年嘅重點推介嚟嘅。咁其實大家一聽到白蛇咧就會諗起可能小青啊、白蛇啊、法海啊呢啲咁樣好 iconic 嘅一啲 moment 嘅。今次咧我哋邀請咗咧國際芭蕾舞家譚元婉老師咧帶領一眾海內外嘅華人優秀舞者咧去參與呢個演出嘅。咁其實咧佢呢個演出咧佢係用一個西方心理學去重新解構我哋呢個白蛇傳呢一個傳說嘅。咁我哋中華文化節咧其實係好希望各位觀眾可以喺我哋傳統嘅中華文化裏面咧，感受到嗰個新嘅創新嗰個創新力。一哥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新編嘅粵劇《廣陵散》？究竟佢當中嘅故事啦，同埋內容啦，角色係點樣嘅？《廣陵散》咧，其實就係一個古琴曲，咁係因為講呢個歷史咧，就係當年一位名士啦，咁亦都係出身名門，咁叫做溪康，咁佢本身自己咧亦都中意彈琴嘅。咁啊！但係後尾咧，係因為呢個政治嘅問題咧，咁佢就覺得我唔想再喺朝廷嗰度就出現啦。於是乎就去咗竹林，就做咗竹林七賢。咁啊，經常咧都會係飲下酒啊、作下詩啊咁。有日咧就係瞓咗覺，原來咧就係喺夢中有一個古人就教佢點樣去彈廣陵散。咁呢個古人咧，原來就係當年刺殺韓王嘅聶政，咁佢係將佢自己嘅意識咧係寫咗落嗰啲琴弦嗰度嘅。咁學咗之後咧，佢去彈出嚟，令到周邊嘅人咧都覺得係好特色，所以有好多學生咧係學咗嘅。咁啊，但係當然學唔到佢咁好啦。咁啊，後尾咧亦都因為政治問題咧，就要將佢行刑。咁喺刑場嗰度咧，就重新再彈一次之後就碎琴而死。Mandy， 我想問下今次呢一個音樂劇《玉娘》個故事係點樣嘅呢？今次嘅音樂劇《玉娘》咧係由第一個留法嘅女西洋畫家潘玉娘為題材嘅一個原創粵語音樂劇嚟嘅。故事咧就由玉娘第一次遇到潘贊化開始做起點啦，然之後就一直我哋睇潘玉娘點樣從一個人生嘅低谷，因為認識咗潘贊化，然之後可以有機會學習畫畫，然之後仲可以留法去學習佢西洋畫嘅一生啦。咁音樂劇當中會唔會呈現到潘玉娘嘅畫作㗎？因為有安徽博物院嘅幫助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呢一個製作咧，其實係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觀眾買一張飛，佢唔單止睇到嘅係一個音樂劇，佢仲會喺音樂劇開始嘅之前半個小時，由安徽博物院策展咗一個潘玉娘嘅畫展嚇。呢兩個部分咧，其實都係屬於今次音樂劇嘅一部分，所以我哋好希望觀眾喺從佢嘅作品入手，去認識呢一個咁傳奇嘅女畫家，然之後更加通過活潑嘅音樂劇去感受佢人生嘅波瀾壯闊同埋嘅高低起跌。中華文化節2026嘅所有項目陸續就會公布，咁大家可以去翻相關嘅網頁了解詳情。而我就決定要帶屋企人去睇翻一場音樂劇同埋中樂音樂會啦。